后来为着要来摆脱掉行人地狱的恶名，政府有新制度，只要斑马线有行人，也就是行人伫个离斑马线1公尺的范围内，不管是远甲近，驾驶拢爱让停。本地这个新制度6月30要开始来实施，也毋过公布了后，方认为伤过严酷咯，惹来着民怨。讲一声行人地狱变做行车地狱咯，所以交通部紧急划停、暂停来实施，要过来研究细节。行人过马路违规冲红灯，也毋过行伫咧斑马线边的公车是动也毋敢动，转停伫咧原本的所在，让对方先过。也有这边驾驶嘛，唔知影到底是要驶也是唔驶。后壁摆甲落长，骑机车驾驶全部心惊惊，拢是因为交通部进前宣布，让行人新制度30号要上路，只要斑马线顶悬有行人，唔管距离，全部拢爱停了解。因为这边的车流量其实还蛮多的，然后行人也很多，然后如果行人在这边一直走动，那汽车或摩托车永远都没办法弯过去。规范太严苛嘛？我觉得有点严苛哎。怕太严格的话，那一开始就不要提出来。这样同时也是保障我们路人的权益啊。要是有些没在看车、没在看人的话，碾过去也不好玩。民众看法是差真多，原本新的制度内底，包括行人还未进入斑马线，也毋过人伫咧距离1公尺范围以内，而且要过马路的时阵，驾驶就应该爱停车让人先过。若是车头或者是头前链去到着斑马线，就会放开单。另外，斑马线顶悬只要有人，不管是远也是近，全部拢爱让，甚至是无画斑马线的路口，行人若要过马路，同款就爱让。严格规定，互人骂讲行人地狱，又要变成行车地狱，新制度临时来划停。暂缓，大家有时候没有看消息，没有看新闻，觉得好像又不能走，好像又可以走。如果在远端有人踏到人行道，你在这个你的近端就要停哈。是不合理的哈，所以我昨天晚上这个跟林佑昌部长也特别讨论，还有黄明昭署长做讨论哈。烦恼新的制度会造成交通塞车的问题，即摆确定爱修正来讨论，预计后礼拜定案。执法的标准，互民众袂甲变过。如今要上路进前，政策又搁要改，恐惊会甲民众补甲补煞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